来建丰另外一个代志，因为中秋暝有真侪人准备要烘肉，抑过想要烘了好食，这有秘诀有撇步，因为是肉较互黏伫个网仔顶，这会走味。烘肉专家就讲，这个网仔爱先烘好烧，抹一盐油，也是讲用这个马铃薯，因为这内底有淀粉的成分，会使形成天然的保护膜。就讲这个青菜部分，都要烘了才抹这个韵料。另外，连续的假期，若讲呢，伫遐食饭也好，烘肉也好，一罐数嘛提醒讲，最近有真侪人呢落下。建议乡亲实在爱烘好烧，也是呢烘好熟，煮好熟了才食，安尼较安心。鸡肉烘较滋滋叫，看起来真好食款，还佫有烘法味，清甜的色水，互人做想要食一嘴。不少民众中秋节相约亲友烤肉，但是有些食材烤起来可不是那么简单。若是一个无水，鸡肉就黏在咧网仔顶，搁鱼仔肉，较会烘到规个脆糊糊，若免怎烘，才袂掉在咧网仔顶。烤网一定要预热，要够热的话，它下去才不会一下就粘住。涂一层薄薄的沙拉油。烘鸡肉之前抹沙拉油，就较袂掉在咧网仔顶。爱食鱼仔的人会当先甲马铃薯抹在咧网仔顶，因为内底淀粉成分对着烧了后会成做天然的防护膜。若较会炒会大的菜色，专家讲会当安尼做。建议都是先烫熟，会比较好操作。出水的时候就可以食用了。对，基本上是熟度是最刚好的时候。无共食材爱烘的时间嘛无共款，建议民众分批处理，较袂烘甲臭火大。中秋连假，民众大食大啉，嘛要注意。根据统计，这2礼拜落晒急诊的人192,271个人，比去年同期多。疾管署提醒，若是无熟，可能有肛门细菌感染的风险。另外，食到无清气贝类，嘛可能感染到真侪病毒落晒。其中诺罗病毒伫咧人真侪所在，可会引起大规模感染。民众连假想要招痛、青含熟的，拢要分开处理，嘛要接洗手，较袂拍巴肚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